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2月7日下晡新闻，我是嘉豪。今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人知。高雄有民众唔愿意佮家厝借互朋友大两个人冤家闹到警察局，朋友刷牙比讲刀啊要攻击警察，害伊流血流滴。还有意见针对着大鸡蛋的问题，考试挂问题，也拿萧美琴针对国际争议，强调将来无放弃中华民国国籍。坦桑尼亚北部伫咧做大水，47个人死亡，印尼火山喷发造成11人死。但係菲律賓大學昨暝賽時陣熊熊爆炸，有4個人死亡。高雄小港分局2名警察接到民眾的報案，隨去到報警察的這個民眾徛家，主要原因就是講這個民眾呢無願意甲這厝擱再借互朋友大路，才會報警察來處理。想袂到這位朋友煞熊熊牙筆鋼刀啊攻擊警察，啲數。警察的手骨頭面攏有灼傷，是傷甲流血流滴，加在是無生命危險。那這位嫌犯呢，也已經去互警方壓制，依照着殺人未遂、妨害公務等罪嫌移送偵辦。人家就现在就是不要当啊，人家现在就是没有要让你住了。2名员警接到报案了后，前往辖区一间徛家，厝内空间真矮，地形员警伫咧头前，红绳员警伫咧后边警戒。男子不断讲话来口说，员警想要甲人压制，所以对方揢米钢刀，划伤着手啊个面。不要激动，上星激动好，那你不要激动，你不要激动。员警向警局送医，男子嘛伫咧支援的警察赶到了后，互压制。小港分局表示，现场员警拢是2个人一组，身上拢有配枪，但现场空间敢会当容纳1名员警入去，加上男子头藏米钢刀，员警才会伫咧压制对方的时阵，互划伤。房间空间狭小，和弦一时，情绪失控，与赵岩发生拉扯。在于拉扯过程中，持自有小型美工刀朝赵岩来攻击。警方表示，男子本来伫朋友这个所在咧借大，因为对方无要搁借，画面双方面冤家，才由朋友报警处理。说伫咧冤警来口劝伊离开的过程，揢刀来攻击着冤警，将会以杀人未遂、佮妨害公务等罪嫌移送予高雄地检署侦办。记者王刘婷、陈显坤报道。来看这条新闻，因为是真危险吼！伫咧半暝的时阵呢，国道1号上北97.5公里的所在呢，有3支大钢骨就落伫咧3座车道顶头，也造成43台车受伤。警方也当咧追查讲是倒一台货车落落来的。到目前为止呢，通报上千件物件落伫咧高速公路当中的案件。车经过高速公路行车记录器翕到，驾驶看到车道有落落来的 H 型钢梁，完全袂符反应，闪袂符就弄掉。结果小连煞造成43台车体太压受损。全案共造成43辆车损，所幸无人受伤。本大队业已调阅该路段沿途之高工局 CCTV 及远通 E-TAG 门架影像，积极追查肇事车辆到案。代志发生伫初时透早环境40分，国道1号北向97.5公里的所在，现场有3台车分别闪入3条 H 型钢梁。警方表示，已经调阅高工局 CCTV 甲远通 E-TAG 影像，积极追查肇事车辆到案。除了依规定这段执法，若有涉嫌公共危险罪责，会依事情函送地检署侦办。高速公路装载货物掉落致肇事，将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0条第1项第2款规定，处汽车驾驶人新台币3000元以上18000元以下罚款。今年到目前为止，国道就发生9000件落物件事件，8月发生大天片落落来，讲喙车辆正边挡风玻璃；10月阁发生吊车突然闪落几下底的铁棒，讲到后壁的汽车甲宝头落伫路上，互车辆过过单向后壁来车。警方呼吁用路人装载货物，唔通超悬、超快、超长，还是超载。若互人重伤，相当会当处10年徒刑；一旦互人死亡，甚至会当处无期徒刑，还是7年以上的有期徒刑。记者综合报道。有民众顶礼拜伫台东的东湖乡看到一台奔驰车，这后轮是伫咧路险，后壁的车也烦恼讲这轮啊敢会熊熊落去。乡公所表示讲，这台奔驰车拄好是要驶去奉修理，不过警察局的交通队是认为讲，车若做有问题是上好卖驶，若准发生事故，上当会当吊销驾照。
伫东海华公路这台黄色的奔走车咧行，毋过后边车发现这台奔走车正边后车链看起来特别落去，虽然车速无紧，毋过也互后边车保持距离，就惊车链向落去。车链行业业者讲，看起来应该是车链损害去，驾驶可能是无发现。它那个好像是有内胎的啦，就是整个都没有气了已经快要脱框了。东湖乡公所表示，这次乡公所为一台掠到清运车，因为为海葵风台过后，伊伫咧清运落落去的树花，迄一天车链损害要进场回收，毋过关检局交通队表示，车损害依然伫道路咧驶，若造成交通事故，驾驶可能会被吊销驾照。那台车其实前后后已经维修了不少次了。也是为了这个复原的工作，当时那一台车是准备要送去维修。车辆的一些基建设备因为不稳妥或者脱落的时候那其实可以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0之1条处新台币1000到6000元的罚款那如果致人受伤的话，那就还可以吊扣驾照1年；那致人重伤或死亡的话，则吊销驾照了。今年大东县受风台影响，环保局表示，各乡镇本做清运一直在执行在后复原工作，会加强要求车辆检修。不过各乡镇清运的车有限，会向中央争取经费，购买车来轮流使用。记者综合报道。为了要强化建商救护训练的能量，国防医学院的建设建商加灾难事故救训训练大楼，今仔日正式来启用。总统蔡英文亲身出席致辞的时阵，也强调，这栋大楼配备飞机加增加实景的技术，无机战场救护的训练，期待国军呢会当配合更较侪紧急救护人才。请启动。经过6年筹备，开9亿的预算，国内第一座建设建商加灾难事故救护训练大楼正式启用。总统蔡英文、国防部长柯国正拢到场见证。这栋大楼具有多功能的救护训练环境，包括利用虚拟实境、扩增实境等技术，来营造战场救护的拟真训练，对于战术、战伤以及紧急救护持续的强化训练跟技术，让我们的国军可以获得更周全的保护。这栋大楼是属于国防医学院的围困训练中心，讲会导入 AI 技术，结合建设建商情景、重大灾难事故情景、甲危害环境，抑个物资救护等5大模拟训练系统，抑个包括使用蛤蟆型救护车、乌鹰直升机、甲 AAV-7两车突击车等救护运输载具，培养国军的救护人才。上大特色就是以高度拟真的训练，增加亲临现场的感觉。使用自血带来止血，左前方2.3万，右胸中弹出血。这就是模拟伫咧战场上实施伤患紧急救护一个后送。一个伫咧土石流灾害情形下的急难救助。希望借此提升国军围困官兵的救护技能、团队合作，也个抗高压的心理素质。因为这边的俄乌战争，看到强化战伤训练，会当帮助大幅度提升存活率。国防部讲，未来也会甲邻里的社区合作，整合军兵救护体系，达成推展全民国防的目标。记者综合报道。总统大选特别到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透过影片回忆全台湾头一件公车抢案，也讲到迄当时呢有和赵少康合作，而且伊也特别强调爱优化少年族群的心理健康支持。不过，车衫侯友宜伫面车顶头有讲到大巨蛋，袂输是是咧考试柯文哲。那柯文哲的定义是讲，这是因是伫咧斗收买，呼吁在野唔通互相伫遐相骂，应该爱做伙来监督执政党。那讲到这民进党的萧美琴最近要国籍登记，萧美琴亲身提出3点来说明，强调从来不放弃中华民国国籍。透过会面想起1998年全台湾第一件公车劫持事件，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强调，甲副手赵少康的配合，25年了后，各共同投入选战。侯友宜阁强调，会优化年轻族群心理健康支持。不过，车衫亚洲棒球锦标赛，咱的代表队伫咧大巨蛋拍赢南韩队。侯友宜面车暗中考试，民众党郭文天，阁引起拿白交手。
提出问题的人是很简单呐，解决问题的人才是不简单呐。企业民总算有一个忌惮，大家好好爱我们的棒球，好我们的运动，这就是一个能够解决问题的好市长。在国民党任内没有按图施工的远雄，重新回到按图施工，那个蛋是谁留下的烂摊子？重点是，在野党应该去监督执政党，怎么是互相监督在野党呢？国内是看海到平湖吹票要争取支持，民进党大清的是到台北放假，青山宫拜拜，副手萧美琴是去台中陪党籍立委参选人扫街，甲大清的混战拍击。啊，毋过最近立委副手拢引起国际争议，互人质疑参选的资格。萧美琴测试亲身出来说明：我从来没有放弃过中华民国国籍哦，所以也没有回复的问题。我这个美国籍在2002年哦就放弃了哦，那手上相关的证明资料文件都有。我选立法委员也选那么多次哦，已经经过考验。萧美琴表示，台湾的国籍法甲户籍法有无同款的成分甲规定，有国籍无户籍伫台湾入境或者是工作待遇无同。佮表示将来无放弃中华民国国籍。记者综合报道。讲到空气污染的问题是真严重，环保团体抗议，因认为讲这兴达电厂呢答应无要烧土炭发电，确实拢无伫咧做，甚至提出数据来证明，讲伫咧272公里的以内范围拢会受到污染。要求伫兴达电厂4大烧土炭基础，伫12月初10，也就是国际人权日之前，就要赶紧改变，袂当搁再使用土炭咯。国际人权日，新达无美食。大声发口号表达诉求，环团大声控诉，首先冲击南高平空品的兴达电厂，对袂到全球脱碳控暖的趋势，不断波团现代承诺高大跳票。光是肺癌就夺走大概13000人，每一年呢，不是统计到现在，是每一年都要夺走这么多人命呢，我们没办法接受新达再燃烧多一天。我们也关心到是说，那这个空气或者是人民在健康的议题上面的话，也是息息相关。我们应该要将知识化为行动力。环团也提出数据指出，现代拓电5点半径范围影响宽达到272公里，包括上北在内的人口密集8大都会区，全台各县市测站拢会当测到现代污染扩散的 PM2.5排放值。咱全台湾其实是兴达 PM2.5 呼吸命运共同体，燃煤引起的 PM2.5 对健康危害是一般 PM2.5 的2倍。保证台电规划现代1、2号烧炭机组今年除役，3、4号机也分别会伫2025甲2026年底去除役。因过环团认为也是未符，呼吁中央重视空污议题，要求现代电厂4座烧炭机组伫12月初10国际人权日之前全面除役脱碳。初10也会去高雄市附近的万车道抗议进前。记者综合报道。为了要解决婚林9年来这个粪扫问题，县政府去年10月采用移动式粪扫变再生燃料设备，今年正式启用。这粪扫处理了后，会变作是规地再生燃料，再提起来轻下烧。不过，未了乡大会也烦恼讲，这款的再生燃料会造成空气污染，要求乡内就要设 PM2.5，也个 PM10的监测站。婚林县推动移动式粪扫机械分选，一天会当处理200吨的粪扫，产生100至120吨的固体再生燃料，会当备予大塑热氢来代替烧土炭，会当处理婚林县内各地掩埋场的粪扫。不过，即马未了乡大会烦恼讲，烧固体再生燃料可能嘛是会造成空气污染。因为麦寮地区是现在云林县唯一有垃圾焚化炉的一个位置。那担心未来云林县的所有垃圾以及未来的 SRF 是否会造成麦寮地区所有的空气污染。麦寮乡大会表示，固体再生燃料是民生粪扫透过燃土炭等等的方式来制作的。
敢会伫咧收的过程当中产生第二性、重金属即款物质，目前环保局并无说明。为了向大会，才会提案要求爱加设 PM2.5 加 PM10的监测系统。那以 SRF 作为燃料呢，因为它的含硫分和灰分都低于生煤，也因此所产生的硫氧化物和悬浮微粒都低于生煤，而且它的碳排放量也更低。环保局表示，烧固体再生燃料拢有监测频数，无论是排放硫氧化物，也是烟液，拢比烧土炭更较少，会当来推动净零碳排。因为目前6轻周边拢总有设10几个空气品质监测站，所有的资讯数据拢是公开的，民众会当随时来监督。记者王伟雄云林报道。花莲县议会初一审议112年度县政府建设处追加预算，其中呢部分道路的改善工程因为有争议，议长就用表决的方式来投票，说因为这同意票无过半，有2亿外预算就要抬掉，引起部分的机关和地方乡亲的不满，今早起就去到县议会抗议。这是花莲县议会初一伫审查县府对甲县境内部分道路改善的工程经费，因为争议真久，最后部分机关要求投票，结果无达到出席半数所需要17票2亿外预算红摊涂，部分机关不管，也有人当场身体无爽快送医急救。预算红山图引起部分机关不满批评，议会主动地方建设，尤其928地动了后，南区花75关都关系民众出入安全会当无重视，初时早起，带乡民就把抗议。我真的非常生气，我们要牺牲多少孩子？举手很难吗？差你一票我们就过了。我要在最后再说，我们议会里面32席，主席不应该出来决议啊。他怎么可以投票？花莲县议会随召开记者会，讲迄天审议过程，包括对县府追加预算书内容不足，加相关解释敢有必要性提出澄清，也对发动抗议的机关甲背后动机表达遗憾。表决也不是，不表决也不是啊。如果这个预算有问题啊，请他们送个资料，大家都几乎不尊重议会，一张资料的纸也不肯拿来议会，然后就动用这些议员来对这些议会里面质疑。议会建设小组召集人贾国雄议员表示，现到年底，这预算无一定会当执行完，加上真侪建设会当伫明年争取中央预算，这钱应该留作地方配合款，较符合民众利益。也毋过付费关系目前已经降到平点。记者综合报道。有几多个义工人权团体今仔去到劳动部的特聘中心外口，批评这特聘中心根本就无路用，才会让这中人赚饱饱，一直欺负这义工。车站不过再发起义工游行抗议，劳动力发展署强调，特聘中心有提供双语通译等协助，也会积极要求这个就业服务机构协助义工办理转换雇主。Government wake up! Government wake up! 大声喊口号，叫政府赶紧争取，赶私人中介恶质的情形。几多位义工人权团体伫大雨中来到劳动部特聘中心外口抗议，因批评特聘中心敢若是菜假的，类似敢若一个修法文中心尔，并无伫咧重视义工的适应辅导等代志。职聘中心它在成立15年来，并没有去逐渐的补足这些的缺失，反而是画地自限，根本就只是一个职聘收文中心，不处理媒合，也不处理后续的生活咨询，只专注在程序上面。相关团体控诉讲，恶质的中介利用义工要转化头家时阵，向义工讨买工费，也向新的头家叫因爱付续薪费。私人中介的本质。这个本质就是毫无任何底线的无止境的追逐利益。政府对于私人中介，事实上它就是无力控管的一个状态。相关团体批评，义工一摕到转职函的14天内，就到集合站登记，上架广告要换头家，60天内一定要找到头路，若无就会被强制出境，剥夺因的工作权。劳动部已经有限制移工在台湾的工作年限了哈，为什么还要要求移工找工作的时间呢？而且60天的限制，其实连对我们台湾人来说啊，都不一定是顺利可以在这么短时间内找下一份工作。对此，劳动力发展署回应强调，特聘中心有提供双语通译的服务，也会积极督促就业服务机构协助移工办理转化头家的代志。不过，移工人权团体也是按算伫咧初十要发动移工游行抗议，表达对政府无重视移工人权的不满。记者综合报道。
带观众朋友来看国际新闻，一个非洲国家坦桑尼亚的北部呢，山里长咧做大水，目前已经有47个人死亡，85人受伤。当地政府表示讲，这死伤人数会搁再增加。另外，伫印尼的梅拉比火山车山喷发，造成11名爬山游客不幸过往，也那12个人失踪。当地是出动160多名军警，也搁伫咧敲找当中。大路雨水淹，车辆卡伫堆积的土沙中，公车故障，水势流到真紧，搁带着大细不定残骸同齐冲走。坦桑尼亚北部连续几日降落大雨，省长首都杜杜马北方大约300公里的卡特什镇搁有重大死伤，真侪厝甲基础设施也安尼受损。当地阿拉伯联合大公国杜拜出席气候峰会总统哈山向家属致哀。坦桑尼亚当年拢有数万人因为大水受到影响，今年更加是因为性影现象，承受大水引起山崩的冲击。顶个月，坦桑尼亚落雨量比往年多，几啊座城市有人死亡，也有农作物风冲走。印尼苏门答腊岛梅拉比火山车山爆发，火山灰飘向空中大约3公里远。当局发布4级警戒中第3悬级别的警示，搁进行入山管制，数十名迄当时当地这座海拔2891公尺山区内健行者被迫撤离。另外部分人士入山也是离开时间无通报当局。Dan radius aman masih di 3 km. 火山爆发了后，火山灰较高的气颗粒也向东扩散，也观测到火山灰湖已经飘到西苏门答腊第3大城，人口超过10万的有指定仪式。当局建议民众若一定要外出，爱伫帽仔甲防护面罩。公司新闻吴连编译。伫咧菲律宾马拉维一间大学的体育馆内面呢，昨早起当咧举行弥撒期间熊熊爆炸，上报有4个人死亡，50人受伤。当地政府认为讲这是瓦伊斯兰国武装分子所发动的恐怖攻击，因为总统小马可斯也强烈谴责。另外，教宗本这个也讲要替这件事件受害者祈祷。受伤的人一个一个互人摸出来，嘟嘟车已经停伫咧门口，机动性协助救援。有人规身躯无力，也有人被炸甲血巴刺糊糊。大家拢无想到讲，只是来参加弥撒，才突然间发生爆炸。等到人清醒，白酒天开，看到家己是倒伫咧病院内面。Una po, nagkakanta na kasi kami tapos yung iba na, yung paglingin ko sa likod is yung iba, nakahiga na lang sa nakahiga na sila sa sahig po ba. 发生爆炸的所在是明达纳河州立大学的体育馆，警方已经全面封锁进行调查，加强维安。初步看起来是恐怖分子用简单的爆炸装置或者是手榴弹攻击，伫咧前几天菲律宾的军事攻击，拍死11个菲律宾南老伊斯兰国的反政分子，无排除是这个组织要报复。Terrorist activity to foment confusion, chaos is a prime indicia of a terrorist activity. 菲律宾将全要迎接圣诞节期间各地旅游加庆祝活动，就发生意外。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是强烈的谴责，批评向无辜的百姓动用武力是社会公敌。另外，各种方济各也替事故受害者祈祷。Dove una bomba è esplosa durante la messa. Sono vicino alle famiglie, al popolo di Mindanao che già tanto ha sofferto. 菲律宾军方表示，已经下令加强收集情报，对交通工具进行更加严格检查，并且加派侦捕狗加人员巡逻，为搁再让恐怖分子有机会。明达纳河州立大学也宣布暂时停课，另外则通知学生当时上课。记者综合报道。以色列军方车衫表示，对加沙南部的军事攻击被骗攻击北部搁较细，下令这南部居民要赶紧离开，随着进行攻击啊。另外，美国的海军驱逐舰卡尼号甲骨碌者商船伫红海遭受攻击。俄萨武装组织承认讲因有射飞弹，不过因唔是针对美军的。也那以色列针对商船的这部分，因是表示讲和因无关系。
伫加沙走廊南部暗时一直看到车过来火箭弹的光。以色列军方讲对这个区域的轰炸无丝毫进行伫咧北部的攻击。哈马斯表示，因为战术伫咧离南部城市甘尤尼斯差不多2公里的所在，甲以色列战斗，百姓讲会当听到坦克车射击的声音，4月拢有轰炸无所在味。大家担心冲突的范围恐惊会扩大。美国国家大楼讲，美军驱逐舰卡尼号甲纪录大商业船伫红海被攻击。伊朗支持的也门事业派激进团体青年运动承认因有攻击2架船，掩过无攻击美国的军舰。مستمرة في منع السفن الإسرائيلية من الملاحة في البحرين الأحمر والعربي حتى يتوقف العدوان الإسرائيلي على إخواننا الصامدين في قطاع غزة. ללא קשר למדינת ישראל, אני חוזר עוד פעם שיהיה ברור, ללא שום קשר למדינת ישראל. 以色列发动新一波的攻击，和犹原被抓去的137位临时的命运无法度预测。临时的家属希望以色列政府赶紧救人，惊讲时间的无够。以下停火协议破裂到之马，以军已经伫咧加沙发动超过400遍的攻击。哈马斯是讲，因为对特拉维夫顶几落的城市发动火箭弹的攻击。美国副总统贺锦丽伫咧杜拜联合国气候峰会谴责以色列，讲虽然以色列有自卫权，但过袂当伤及无辜的百姓，造成大量的死亡。加沙卫生部表示，自10月初7到即马，当地死亡人数已经超过15500人，其中7成是妇女加囡仔。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大概有200个代表等来杜拜参加 COP28。有人权团体认为讲，这个所在本地是严格限制言论的国家，正说变做有限度的温存控制。另外，伫咧比利时的布鲁塞尔，也超过2万人伫街头示威，因是认为讲，要有更较侪行动来对抗地球暖化。虽然落大雪，不过也是有超过2万人伫西沙踮比利时布鲁塞尔大楼顶，要求采取更加侪行动来应付全球暖化。民众手摕着看板，顶头写着"无代替星球"的标语，也有立即采取行动，也有为直接捣毁地球，强调气候暖化所带来危机。Je dis, on peut plus compter sur les politiques, c'est terminé. Ça fait des années qu'ils ne vont pas là où il faut aller, la protection de notre planète. Comme les jeunes disent, il n'y a pas de planète B, il n'y en a pas. 2015年巴黎协定目标是将全球暖化控制伫咧工业革命了，增加温度摄氏1.5度，来避免发生灾难性气候。COP28 的主席贾比尔讲，已经无法度避免的，要慢慢减少加淘汰石化燃料，但是示威的民众认为安尼是还阁无够。I believe that extraction of resources, not only coal, not only fossil fuels, but all kinds of metals and minerals, comes with a grave cost, and we need to bring attention to this. 目前正伫咧阿拉伯联合大公国杜拜举办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公约第28遍缔约方会议 COP28， 那参加人数创纪录。伫场外示威的活动，也正在这个正严格限制言论自由的国家正罕见的情形。当局开放纳色的区域，有限度温存控制，不过若离开这个区域就会被管制。人权团体批评伫咧遮受到严密的监控。From the moment that COP28 participants landed in Dubai, they were faced with thousands of security cameras, CCTV, everywhere in public spaces, inside of buildings, and you are effectively tracked from the moment that you step down in this country. 因若某一寡特定的议题，譬如讲外一路港嘅工作条件，抑个拖欠工资的抗议活动，有关认定是犯罪行为，伫咧得到和解了，就会随被赶出境。公司新闻张伟林编辑。海客攻击网站偷摕个资含交易记录事件是即发生。财政部长曾翠云表示，已经对公股银行定期进行防海客演练，也无记海客攻击的手路，找出税务系统弱点，要来测验这自动安全的防护措施。金管会为去年9月到今年7月之间，陆续接到民众反映上海银行出现治安问题。金会查出，总共14000个客户名字甲身份证资料被外泄，互金管会罚1000万。最近有真一间券商手机落单系统无正常，引起调查地位关心。国内公股行号是不是发生网络威胁攻击的可能？财税机关以公股行库
这个不知道近期是否也有遇到这些网络攻击的事件？网络的攻击会难免会有发生，但是在我们的治安防护上是做到严密，然后呢能够阻挡就先做阻挡。我们公股银行这一边有没有这样子的资料外泄的可能？以及有没有发生这样的案例？有一些治安的一些通报的事项，但是就相关的按照它的等级来分的话，它属于第1级、第2级，但不是属于重大的一个治安事件。事实上，除了公股银行捌通报财政部有网络攻击事件以外，最近财政部税部局靠网，也互诈骗集团用钓鱼电子邮件假冒财政部电子申报交税服务，用回收发票为理由，诈骗收件人点击连结，讲是需要信用卡资料来入体。退税是7月、10月跟隔年的1月嘛。而且诈骗的时机点也不对啊，不是吗？这种方式就是直接透过165协寻跟切断的这个作业。财政部表示，针对下卡公股行库定期进行防害演练作业，也模拟骇客攻击方法，找出税务系统的弱点，检测自动安全防护措施，按照相关的重点规划，12月完成修补。搁在明年1月复测确诊，后续规划每2年进行一摆红队演练。记者综合报道。面对国内诈骗问题，政府有新措施，民众若准提供口罩予这诈骗集团使用，经过警察机关告解了后，5年内所有的自动化交易的拢会先暂停，去到 ATM 抑个网络银行领钱，一天上济就是1万块。本地要伫咧明年开始实行，要真侪银行来反弹。银行局表示讲，具体执行方案抑个时间，目前是无共识的，佫需要讨论。伊叫你来收偌济啦？警方卖互买掠人，诈骗集团的车手、监控手拢被抓。民众若拄到诈骗案件，钱一交出去了，拢你袂带，因为不法集团透过人头口座，一个转销洗钱。伫即马政府搁再出手，自银行口座加严管制。从执法生效之后，只要有被告诫，他就必须要受到金融账户的限制措施。伫国内人头户的问题真严重，按照即卖规定。列做警示口座了，相关的金融交易才会大幅度受限制。政府伫今年6月修法增订，提供人头口座罪。做咩也有过讲，税前防治法相关执法办法，民众若提供口座，经过警方告解了，受告解后的自动化交易，差不多全部拢冻结。未来会有一种叫做经警察机关告诫，会有这样的一个东西。那个告诫要做什么样的处理？那也都有涉及系统的那个更改啊等等，所以也可能还没有那么定案。而新制度实施本来是无够1个月，不过银行系统敢有法度即时修改，限制口座的范围是不是扩大到受告解后所有的口座？银行局讲业者有无同的意见，目前这项措施抑个无具体施行的时间。诈骗的问题真多，抑个包括这种收未完的钓鱼假投资的简讯。NCC 建议。按照手机的型号，会当甲 RCS 即时通讯的功能关起来，以避免受到犯罪集团透过 WiFi 加行动数据大量发送的骗人的信息。记者综合报道。囝生少变作是国安危机啊！立法院卫权委员会早起排审人工生殖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调野立委总共提出8个版本。卫福部长史瑞元强调，目前还未提出行政院的版本。不过，这修法方向呢，拍算要甲同性侦判、独身抑个代理淫庙等等列入去内面。不过，这是关系到伦理、法律抑个儿童权益等等，建议召开公听会，继续来收集大家意见。台湾生育率每年落车，根据内政部统计，今年到第3季为止，新生儿人数不到10万人，出生率恐惊阁创新低。为要让想要生人拢能生囡仔，调解立委针对人工生殖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总共提出8个版本，希望用放令。比如手术翁某一名死亡了后，依然用使用胚体各生下一代。孤囝已经往生啊，伊拄好有一个胚胎一只，拄做好啊，结果因为伊往生了，然后家庭说
我要留，可是因为你们我们的法令规定说不能保留。但是这个就是要有一个机制啦，去确定说它是没有被胁迫的，所以可以考虑啦哈。卫福部长史水元表示，目前人工城市法还未提出行政院的版本，因为修法内容还在内部讨论当中。针对外界较专注的代理孕母，有关有伦理、法律甲儿童权益者的问题，要先解决。代理孕母生出来的小孩，那他可以不可以继承？就是这个代理孕母的他的遗产。我们国内因为不承认有代孕是一个合法的，所以这小孩子出来之后要怎么样变成这一个当初去委托的这一对夫妻他的这一个小孩。史水元强调，这摆修法牵涉单身女性、女同志配偶甲代孕制度等，议题是真复杂而且多样态。卫福部无既定的立场，不过建议开较侪场的公听会，收集医疗、护权、离权等各团体甲专家进行讨论，要用正谨慎的态度去研究修法的内容。记者综合报道。检测阿兹海默症的技术有新的进展，中兴大学和台中营总合作，研发出一种电子元件，只要一滴血做样本，2分钟内就会当检测你敢有阿兹海默症。台中营总是认为讲，未来这款设备呢，会当用在咧偏向医疗和地方的卫生所，量早诊断、量早治疗。甲一滴血样本滴伫咧一片甲随身碟白大的电子元件顶头，透过电脑分析，2分钟内就会检测敢有得到阿兹海默症。国立中兴大学甲台中营总合作，以半导体摄刻的方式研发出会当检测血内底脑神经损伤分子神经是200氢链浓度的电子元件，准确度有到8成，而且一片的成本只要200块。传统目前大部分就是刚刚提到的 MRI， 就是核磁共振的影像，然后 PET 是正子造影的影像，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脊椎穿刺的脑脊髓液的取得，然后再去分析里面的蛋白。那我们是从周边血液去做重要的阿兹海默的蛋白检测，这样侵略性对于病人可接受度方面它就有差。传统检测阿兹海默症的方式，使用静止做影扫描较济，一届费用要45000。还有辐射线，也是侵入性药折腾器取得脑脊髓液，检测时间要2点钟以上。现代研发的电子元件，目前敢若甲台中营总零层合作，未来会当推广到偏向卫生所，通检测设备甲时间成本。那如果说可以在血液里面用这个任何的电子元件侦测等等我相信在未来在地区的医院或者是在甚至卫生所，如果可以做这样的检测，有问题的病人再转到医院来做这进一步的检查，我想这个是未来应该是应用最好的一个区域啊。现代强调，阿兹海默症占失智症6-7成的病因，这个研究对脑神经退化性疾病的早期诊断有帮助，而且会当及时介入治疗。成果已经发表在国际医学期刊，未来希望会当大量生产，甲电子元件成本降到100块左右。记者综合报道。有真侪癌症的病人，常常唔知影讲这药的审查进度到倒位就爱家己开钱买自费药根据统计，这癌症新药平均审查时间超过700天，3大病团就做伙来服药。这健保审议的时程应该爱透明化，互人会当追踪，而且互病人有明确的等待时间。但小姐的妈妈得到血栓癌4期，这4年来已经开超过600万次各种的新药怎么伫咧使用有效的双标靶药，总算已经排入去审查，验过拢等袂到审查的结果，敢若是看袂到进步，到底抑该等偌久？规个法拢真着急。因为我们完全不知道药物审核的进度到哪里，所以我们这个其实老实对我们讲是一个蛮巨大的压力，因为毕竟1个月10几万，你也不知道要烧多久。根据合成病单照资助里面统计，癌症新药平均的审查时间超过700天。癌症希望基金会统计，自2010年到即马，伫健保署已经分享平台顶头的资讯显示，即马伫咧等待强年会审查的癌症的新药至少有7个品项的药已经等超过12个月，其中有5个品项的药已经超过24个月，甲健保署公告只要13.7个月，差别甲1倍。
如果这个流程能够透明，如果它能够被追踪，是不是就不会有这样各说各话的时间？那我想，对于所有的病人来说，重点是在于我要知道这支新药一旦进入健保审议时间，我能不能知道我预期可以等待多久？药仔被放入去新药意见平台，代表可能已经进入健保审议的程序，也不过也进入入去磅空内面看袂到出口。三大朋友团体共同呼吁，健保审查的时程应该透明化，并且当被追踪，让病人明确的等待时间，让病人伫咧财务或者是生理上拢会当有准备。基金会强调，这件代志毋但是癌症朋友受到困扰，而是所有朋友伫咧用药的时阵拢会拄到的。记者综合报道。心心障碍者若只是坐轮椅出门，上界惊的就是遇到困难。高雄市是全国头一个推设身心障碍友善营业场所标奖的县市。今年毋有新增加37间餐厅甲诊所，要这身障者 YouTube 用因的这个角度来拍影片，希望互社会知影因的需求。坐轮椅的身心障碍者入去诊所的柜台，不管是电动门，也是柜台管道，身障者使用拢真顺。高雄市身心障碍类别的比例是机体障碍上侪，因此高雄市社会局推动身心障碍友善场所辅导计划，今年新增加37间。对轮椅族来讲，有搁较侪店家加入无障碍设施，因会更加方便。其实阮坐轮椅会足简单，你只要讲，互我门口会当入去，迄落通路吼，会轮椅会当过。也是讲恁的服务帮我开一下门的安尼尔。高雄市为1802年开始，嘛是全国头一个推动友善身心障碍营业场所的标章，到今已经有267间店家配合。这期间会由协会友善访视员来辅导，让店家知影身障者的需求。亲像这间餐厅就空间扩大，伫门口来设置坡道等等，拢让身障者更加利便。比一般的店家搁较大，方便那个身心障碍者会当出入较方便。因咧用餐的时阵，阮的椅仔嘛会使刷走，互因有搁较大的用餐的环境安尼。所有的患者，不只是脊髓损伤的，按其他各有无方便的患者，会当有一个对伊来讲是足好。足方便的环境。今年嘛有2位身障者 YouTuber 用伊的角度来介绍无障碍空间，佮有针对身心障碍朋友来推出新的平台，不管是交通、就业、旅游等等，用手机就会当方便找到因需要的资讯。记者钟义辉、邱昭勇高雄报道。伫台中雾峰有一个农场，因有一种叫做香灰的芒仔瓜，是用温室栽培，生长环境也真讲究。上界特别的，伊就是一种特殊的香味，叫做伊上界大特色。咱做伙来看卖。农民伫果子园顺头看尾，真认真咧顾这的麦浪，就是希望每一粒拢会当圆嫩嫩、个把水。这款有特殊的香味，名叫做香灰的麦浪，是用刺素用10年培育出来的新品种。伫台中雾峰的这个农场，透过温室栽培的方式来种植。我们这个叫温室，跟网室不一样，它差别就是外面有一层卷梁，可以隔离一些细菌什么进来，比较能够控制病害跟虫害，因为虫不容易进来。详细甲看，会发现每一丛拢干那种一粒麦浪，种的位也拢真讲究。这是为着要互营养会当平均分配、充分吸收，就连通风、曝日嘛要控制。才会结出好的果。我们是一株一果管理，因为它的植株距离很短，你如果留太多颗，它的颗会变很小。但是如果你太大的话，你要买的人可能要看状况了。春跟秋，它就少雨少风，尤其是秋天最好种，它的收成也最好，瓜型也最漂亮。台湾的气候较湿热，经过改良了后，这款麦浪也已经适应。收成的时间就较袂受到限制。今年佫加强栽培管理的方式，互5分地生产面积嘛会当有9成的收成。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台中的起亚，一年生产4万外吨，是全台湾上界大产区。不过受到这暖冬气候影响，今年的产量呢是减少2成到3成。所以因为这雨水少也变较甜，评鉴比赛真侪拢是超过水准的品质。其中这和平区就甲前3名拢包起啊！一箱一箱的起亚摆伫桌仔顶，
评审根据外形、重量、口感甲甜度来拍分数。今年台中的蛆仔评鉴活动，拢总有61组参加，品质拢真好。尤其最近中部较无好，有袂少组伫甜度这项拢得到满分。颜色都蛮漂亮的哈，现在这样吃起来，品质都算水准之上，都不错哈。那可能就是中部地区，其实最近这1个月雨水相对比较少，所以糖度也都有拉上来。一种对农民一种鼓励啦，哦，一种荣耀啦，然后这种有迄个荣耀啊，明年会更较认真的啊，哎呀。台中有2700公顷的地咧种蛆仔，年产量有4万多吨，是全台湾上大的产区。不过这几冬寒冷较温暖，整体产量减2-3成。若内产的蛆仔就较稳定啊，所以今年的排名嘛出现变数。和平区第22班。因为今年天候比较不顺离山那边比较正常啦，这边量有少了一些所以今年的田氏价钱都比往年高个2-3成。田氏的部分，我们是以花玉熟啦、富油这个品种为主，尤其是富油是现在正在产期。海拔悬、温差大的所在，种出来蛆仔更较好食，所以今年评鉴的前3名拢靠山区、和平区总毛走。台中市逐年拢会办比赛，互农民互相交流。这阵蛆仔当着时，农业局嘛和卖场合作伫市面咧卖，民众想要食就爱趁机会。记者综合报道。台湾现代舞蹈的先行者蔡瑞月，伫咧白色恐怖期间呢，1949年捌互国民党政府关3年，出国了后又成立一个舞蹈社，教现代舞。70年来栽培真济人才。蔡瑞月文化基金会长期伫遮推动舞蹈和人权运动。不过，率也传出讲，这场地明年才过着合约到期，市政府要公开招标委外经营。舞者当地跳的就是台湾现代舞先锋蔡瑞月的代表作《印度之光》。今年是蔡瑞月舞蹈社创立70周年，培养济人才。蔡瑞月伫白色恐怖时期，1949年捌受政治迫害，互国民党政府关3年。出国了后，成立号名叫做玫瑰高级的舞蹈社教现代舞。伊伫2005年过身，食到84岁。但是这个场地，蔡瑞月文化基金会和台北市府签约合约到明年6月尔，就要搁重新招标委外经营。基金会呼吁市府爱徛伫文化资产永续经营的立场思考。就用委外的，就是等于处理成一般性的闲置空间那样的方式对待一个有历史生态的地方。所以呢，我们其实非常感觉到压力，有一种危机感。我们很希望台北市政府能够，就是开始有新的视野、新的古迹政策。基金会认为，照文化资产保护法，应该爱护蔡瑞月的舞蹈精神、历史文物继续留伫这个空间。针对场地经过招标，恐惊换人经营，蔡瑞月的查某孙蔡公代嘛感觉真可惜。但是台北市文化局有关强调依法行政，时间到就是爱个重新招标。不晓得是给谁啊？不知道，那就觉得很可惜啊，因为我觉得他们经营得很辛苦啊，也很努力在经营。而且他们已经经营得这么辛苦，应该也不会说希望说就是让人家在后面讲说为什么是底下给他们这样子。那透过公开的程序，其实可以证明他们其实是更适合这个空间的管理这样子。1994年，玫瑰高级捌因为要开发捷运，险去互拆掉。1999年，互市府定做高级了后，就回收个终结。蔡瑞月基金会长期伫遮推广舞蹈和人权运动，这些 NGO 团体嘛共同呼吁台北市府要认真看待这个空间。记者卢尚如、丁玉瑞台北报道。亚洲棒球伫咧意大利的首都罗马有一间专门服务狗仔的餐厅，这菜单顶头的菜色呢，拢是依照狗仔体重有4种无同款的量，因为这狗仔真爱食，而且佫会当兼顾着健康，当然这餐厅生意也变甲强滚。餐厅总铺西入来是一个用鸡肉、米饭加菜色参做伙的健康料理。一盘出来送到人客面头前，因一个拢赶紧起来，行到碗头前头咧咧大食。
这间伫罗马米尔维奥旧区的美食餐厅，开幕到即马才短短1个月，名声已经伫爱高人士之间传出来。伫平常时的暗时，差不多有6到10个顾客上门。伫周末是有加到10到15只狗仔拢来食。È molto buona anche perché quando andiamo ai ristoranti con lei poi vuole sempre anche mangiare dai nostri piatti, quindi così è tutto più comodo. 先讲做工的是狗仔，啊，毋过食饭气氛一门都无共，又火电火，欣赏音乐，狗仔坐好了后，服务生马上向前来问，是要白水卵掺豆仔酱，加cheese开花，也是简单的鱼肉掺cheese加节瓜。那脆打用先来1点仔，热红果、西瓜汁，或者选择来呀草鱼、金蕉做成的水果盘。È stato creato in modo anche molto simile a quella dell'uomo, no? Un po' una composizione che chiaramente abitualmente noi possiamo mangiare e chiaramente abbiamo cercato di insaporirlo tramite chiaramente senza spezie, senza sale, senza oli e quant'altro, cercando di renderlo più che mai un pasto un po' bollito per poi riproporlo in una forma un po' gourmet. 人有庆生自产的需求，狗餐厅也提供同款的服务。前讲明本来少食鸡卵糕，啊，不过寿星专属的乳酪饼、加瑞克塔cheese、加苹果，包装真水的生日礼物。这一天进门的寿星鲁比，伊收到是一罐红毛素。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辑。下半部天气变化啥款，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基隆到新竹对19度到20度，苗栗到云林对19度到23度，嘉义到屏东对22度到28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0度到26度。平湖金门马祖对16度到23度，还有未来3天气象。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下晡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相会。